各位囡仔兄、囡仔姐，我是苏老师，我过来啊。咱今仔日台语教学的主题呢，叫做看魔术学台语。哦，安尼你就知影讲，一定是有够赞、有够深刻，对无？过去若看无清楚，今仔日咱就看清楚哦。啊，因为即马是防疫的期间，所以老师虽然伫厝里。虽讲伫厝里呢，毋过依然是挂喙暗哦，挂喙暗，这叫做喙暗。啊，若是这呢，叫做目镜哦。老师即马呢，有时挂目镜，啊有时绑目镜，哦，毋是闭目镜，是挂目镜。好，今仔日呢，第一个，做深色的魔术呢吼，要甲大家小解哦。来，第一个，这是啥你知无？这叫做抓白。有人讲摕一网，摕一网也好，抓白也好，这个是乌头11个，这个是乌头12个，乌头11，乌头12哦吼，看老师的手无物件，老师的手嘛无物件，对无？拢无物件哦。来看清楚哦，这边呢拢无啥物货，对无？来看清楚，拢无物件，无物件，无物件。好，无物件，无物件，拢无物件哦。哦，老师会画几镜头啊？画几镜头啊？来，这是抓白，叫做皮棒。来，老师念台语8声调哦。yam y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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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m， y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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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n， y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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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ang， 看清楚哦。喂。看清楚啦，来，即摆呢，有看到无？100块，哈，100块，有看到无？好，100块哦，来，甲放落去。即摆呢，要看清楚哦，同款，乌头11，乌头12，无物件，无物件，无物件，我来，暗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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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暗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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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昂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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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台语8声调，来看清楚啦，来，1000块啦，有看到无？遮尔哪好，头只100块，即马1000块，真真正正的1000块。哦，来，今仔日呢一开始呢，老师的变一个抓白科技棒的魔术，变1000过100块，1001块，1000过100，叫做1001。好，咱呢这是今仔日的第一个魔术咯吼。咱除了学魔看魔术以外，爱甲台语讲学好。过来，老师摕上物件恁看。这是啥？你知道？对，这是啥？这叫做统一发票。来，统一发票，老师给你调看。这统一发票呢，会当几种呢？为什么要开统一发票？因为呢，就是有开发票，这个做生意的人伊才袂漏税啊。袂漏税呢咱的政府缴税收。我甲你做4题啊啊，你个4题呢？你有看到对无？我来笔落来，笔落来哦，来，好，跳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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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安尼，你有看到无？统一发票已经变好啊！你讲老师，我看不清楚，无清楚无要紧，过一遍看清楚。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好，来，统一发票哦，会当几种？要甲你做2题，要甲变做4题，一定4题，对无？4题了呢，来甲补咧，来，手无物件，手诶。看好，跳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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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看，已经变好啊。好，开始呢，咱呢甲大
个小价，这叫做统一发票。发票呢，就是生意人，咱若甲买物件，伊爱开发票互咱，安尼政府才会增加税收，甲会呢，互咱呢有好更较好的建设，来，所以呢，咱大家爱索取统一发票，可以当对照。好，来，今后呢，今仔日呢已经变两个模式了咱过来念台语八声调，顺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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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第一声，到第四声伊要变做低音，要变做顺，所以顺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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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到第四声变拢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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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，香呢到第四声变响。香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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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来讲到这，大家拢看无清楚，拢讲伊看无清楚，来，互恁看较清楚诶，来看清楚。老师呢有12钟头啊，对不对？12钟头啊，开，12钟头啊，讲开，12钟头啊，拢开，嘿，无物件看清楚哦。来，500块有看到无？500块啦，安尼已经甲变出500块来啊！这来，这叫做5支钟头啊，对无？大头无？基站、中站，我搁讲一遍咱唔通比中站这是老师咧教你，讲这个叫做中站，无人会讲你咧骂人，这个叫做歹站，第4支歹站，第5支尾站，上尾啊，这尾站的叫乌鱼屎，对无？好，我有讲过今仔日你互大家看欢喜见了，是煞呢看无顺呢，佫有台语，也毋过呢，来变第4个模式进前，书先。佮教大家讲台语8声调要安怎更较清楚。第一声甲中文的第一声同款，人讲猪仔的猪，倒伊猪，咪无伊咪，中文第一声，咱台语嘛第一声，老有路，高阿加，倒有拄，倒会地，无会咩，拢是第一声，甲中文的第一声同款。咱台语的第二声呢是足重的音，重音，好，你我水歹赞甲中文的第4声有一点仔共款叫古赞莫咪诶鲁安尼若是呢台语的第3声呢就是无力轻声细碎，这中文无喙。你有啥物证据？上课毋通迟到人讲上课、下课，过来本色爱倒这呢无力的，拢是第3声喙、扫地地你看这第3声。第4声呢，就是甲中文的倒。哥、弟、妹、的这个音低音譬如讲，这个肉骨的骨，那个板刀的刀，弟、大、低音，低的低音，低音，这个是第4声，甲、古、给、咪、伊、呀，好，来，过来呢，今仔日呢第4个模式呢咱来看什么物件？第4个模式呢挺趣味来看清楚。叫3支牌，对无？3支牌呢，红色的、黑色的，有看到无？
红色、黑色。好，即摆老师呢，把这个白，白变过来，有看到无？要把这个第二个红色的白，要把它变过来，有看到无？即摆剩这个黑色的白无变哦。好，来，有两只猫啊，一个四个对不对？即摆老师呢手无物件吼，来，嘘，有没有？我先这边代志理解无？猫啊，迄个四个呢，走去倒？迄个四个无去啊。好，即摆佮改，咻，好，看好哦，看好详细，变过来，三支拢是红色的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，有看到无？三支拢是红色的四个啊，实在是真趣味，对不对？到底为什么安尼？恁想看觅？用你的头壳去想哦。老师即摆有要甲你讲答案，甲恁来好好想。你就变几个哦？我看觅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变四个啦。好，过来，咱来讲第五声，台语的第五声。台语的第五声就是冲我关起，冲我关起就是第五声。头问的问，好，来，无有无的无，钱，大家拢爱钱，对无？过来，人、牛，这冲关起就是第五声，伊的伊，这就是第五声哦，安尼有清楚无？好，过来呢，咱共款，袂，来，咱来讲台语的第六声。一般来讲，咱台湾的大多数的腔口，第六甲第二共款，大多数啦所以第六咱就甲讲甲第二共款就无讲。过来第七声呢，就是叫做隔平音。咱知影第一声倒伊伫悬个平对无？第七声呢，倒伊伫就是第一声来悠互加落来，平平么伊咪第一声，么伊咪落伊哩，来，比如讲伊，来伊，咱白做爱好，要来白伊，么诶咩，么诶咩，人讲么阿妈，安尼，所以第七声是啥？第七声就是把第一声诶足悬足平音来扭互伊加落来，变足低的平音，安尼，伊的差别就是安尼。这是中文是无的来，我个举例来讲来，去六姑，高姑对不对？找阿姑，去万金，万金是一个地名伫屏东县万金，一个天主教堂足有名去万金，找阿金，你看这个金第一声，悬个平，金加个平，对无？好，过来第五个、第六个你看来，叫三支牌，猫，这三支牌是猫对无？看好哦。咱即摆呢，我甲这三支牌甲大家看好清楚。来，注意看，有看到无？两支红狗红头的狗的，一支乌头的狗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中是乌色，看到无？中是乌色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呢，来甲看一个我甲乌色的这个中这个用乌色去看一个中乌色，我甲抽出来，这个乌色抽出来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两支是红色，好，看详细看详细，才有三支牌。来，
看好，这两支是红的，有看到无？红的，哦，看清楚哦。好来，红色，哦，红色。啊，这支是乌色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老师呢，呀，喂，吼，竟然呢变红色的，你看，三支拢总红色，三支拢红色的，哦，遮尔啊厉害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，哦，你看，遮尔啊厉害，遮尔啊好耍，这是红头的狗啊，哦，到了吼，讲到遮，哎，来，咱过来吼，练习吼。第八声就讲的哦吼，第八声就是悬搁有力，悬搁有力。第四声是低音，八声是悬的低音。老师把四声甲八声分清楚，哦，来，咱讲骨的，哦，马骨的骨就是第四声，啊，罗真骨就是第八声，板道的道第四声，啊那电火的第八声。哦，所以四声、八声，伊拢是啥？四声甲八声，伊拢总是吼，拢总是哦吼。甚至讲吼，伊的音呢吼，较短，啊，毋过第四声呢，伊是吼低的音，啊，若第八声是悬个低的音。哦，来，我讲一遍哦，第四声低，第八声低，哦，低。迄水你滴，啊，第八声滴，即项物件你要滴，还是毋滴，就是讲你爱还是无爱，哈，滴毋滴，就是袂还是安尼意思哦吼。好来，咱综合来识一下哦，来，第一声吼是悬个平，倒一滴，倒有度，倒啊加，哦安尼，啊若是第七声是低个平，是阮小弟哦。第一声，第七声，咪第一声，咪第七声，弯平个低平，啊二声甲三声拢是降音，哦，后来水，哦你看，毋通啉酒水，无啦，啊若第二声水，哦，迄水呢吼，大家拢爱洗身躯，对无？哦，后来咱个哦久，哦，我等真久，哦，啊，久，哦，有啥物证据？你讲我哦做毋着代志啊？你有啥物证据啊？久，哦，啊来呢，四声八声就是低音，四声是低音，八声是悬的低音，哦，嘟，对，嘛。啊，第五声是冲起啊，哦，有求年无赢啊，足济啊，好，来，数个念者哦，好，呀，来，过来呢，哦，你看，这是哦，细汉的时阵。阮个老师呢吼，伊呢吼安那，讲叫阮去跳绳啊，啊，毋过我无绳啊，我跳三条爬绳啊，你看这三条，对毋对？三条，啊，我怎吼三条爬绳啊？啊，阮个老师就讲啊，这爬绳啊吼，安尼袂使啦，我怎啊呢？安怎你知无？哦，我这爬绳啊咧吼，来看清楚，等者吼，小等一下，挂一个目镜，好，来。我就讲老师，我叫三个爬绳，伊讲袂使，无我有一个办法，我甲爬绳啊吼，透开了，我就放掉，大家拍着死角咯吼，你看，拍死角，你看对毋对？拍着死角，来，啊，即摆换这边哦，这呢锁头，把头开。啊，这边呢，放掉吼，啊，则来拍死角吼，拍死角，你看，啊，是毋是就变安尼啊？啊，变安尼，变一条绳啊，
毋过老师讲袂使啦，这锁仔头啊，你看这锁仔头够歹看的啦，袂使袂使袂使。我讲为什么袂使啦？这个时阵呢，我就做手续啊吼，安尼好，我怎安尼哦吼，来看好哦，来这锁仔头遮，锁仔头遮，对不对？吼，好，我就安尼来，哇，嘿，哟，把锁仔给我开，诶，啊锁仔拢好好啊，你看，哪会无锁仔头？你看哦，按头到尾看着，看着，拢无锁仔头，啊锁仔头，老师讲你会，我讲锁仔头，老师，我把锁仔头呢，我甲你讲，扭出来啊，锁仔头伫遮啦，有看到无？锁仔头，有看到无？锁仔头伫遮，两个锁仔，两条锁仔头，哦，啊这条锁仔呢，好好，这条锁仔拢好好，这乌色的锁仔，哦，拢无问题哦，哦，你看。遮恁啊厉害，来，啊来，咱讲锁仔呢吼，咱就要继续讲锁仔。你看，这两条锁仔对不对？锁仔，啊这个锁仔呢，安尼，好，咱呢吼，来撑伫遮，你看，撑过，咱遮哦，看清楚哦，安尼撑过对不对？啊撑过呢，伫遮，有看到无？有安尼，有看到无？哦。右边安尼，哦，安尼，有看到无？哦，看清楚哦。伫遮，锁在遮，哦。即摆呢，首先把溜出来哦。后来一、两、三溜出来，你看，过一遍哦，后来一、两、三。溜出来啊！哎，有趣味无？好，咱今仔日呢吼，来，老师你教呢吼，变告解魔术，到底变几个？我嘛唔知，拢袂记个啊啦。好，啊，过来呢吼，咱来甲大家介绍一项物件。这台语呢叫做哪？有人讲三六啊，有人叫做18头啊，为什么有人叫做三六啊，有人叫做18头啊？这有两个原因啊，就是讲哦，咱呢咧送的时吼，有人啊摕这吼咧送，啊摕这咧送的时吼，啊有3粒，啊落摇，摇看吼几点啊呢？啊因为呢吼，伊的点数呢吼，上济。是6点，点数上济是6点，啊3粒粒，哦，所以叫做3粒啊。3粒啊的意思就是讲3粒粒的，啊3，咱若咧报电话号码，哦，3报电话号码呢吼，叫做3，啊若是6呢吼，6报电话号码叫做6。啊，有3粒，啊6点上济，所以叫做3粒啊！啊，有人讲18头啊，啊，为什么叫做18头啊？因为呢吼，伊3粒粒的上济是18点，上济18点，所以叫做18头啊！哦，18叫做18，哦，10另外一个音叫做10，啊8嘛叫做8，哦，像38。3甲8按讲38，哦，做3，哦38，安尼同款意思啦，吼啊3粒粒的，哦，所以叫做3粒啊，啊上至18点，所以叫做18，啊18头啊。好，啊过来呢，咱特别来吼，从着18头啊，有看到无？这条18头啊，伫遮，啊，这条18头啊，伫遮，啊，这条18头啊，一粒尔。啊，这个吼拢无物件，刚刚无物件，对无？较看的18头啊吼，来18头啊，即摆呢看清楚这18头啊吼，来，这是这个透明的头发内底，老师施一个魔法，顺，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看，哈哈哈！这条18头啊呢，变成真啊济粒。
你看有看到无？变遮尔啊一粒，吼，有够一粒，吼，来，老师甲用落去，用落去，你看，本计是一粒18豆啊，呢，结果呢变遮摕18豆出来，啊，诶，这就是一个透明的豆啊，透明豆啊，这叫做18豆有人讲三粒已经变细粒，是毋是真趣味呢？吼，好，来，最后，咱去甲大家讲哦，咱呢爱讲台语，把台语学好，来，台语8声调，最后老师念一遍，暗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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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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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昂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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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安变昂，安变昂，昂变昂，好，好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日做老师的节目，这集呢，看魔术就台语，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，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